馬太福音第12章，安息日的問題。那時，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，他的門徒餓了，就合起麥穗來吃。法利賽人看見，就對耶穌說：看啊，你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經上記着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饑餓之時所做的事，你們沒有念過嗎？他怎麼進了神的殿，吃了陳設餅，這餅不是他和跟從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獨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記的，當安息日，祭司在殿裏犯了安息日，還是沒有罪，你們沒有念過嗎？但我告訴你們，在這裏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愛憐恤，不喜愛祭祀。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，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，因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治好枯乾了一隻手的人。耶穌離開那地方，進了一個會堂，那裏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。有人問耶穌說：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穌說：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，當安息日掉在坑裏，不把它抓住拉上來呢？人比羊何等貴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於是對那人說：伸出手來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復了原，和那隻手一樣。法利賽人出去，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。神所揀選的僕人。耶穌知道了，就離開那裏，有許多人跟着他。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囑咐他們，不要給他傳名，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：看啊，我的僕人，我所揀選、所親愛、心裏所喜悅的，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，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。他不爭競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。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，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勝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耶穌和別西卜。當下有人將一個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啞的人帶到耶穌那裏，耶穌就醫治他，甚至那啞巴又能說話，又能看見。眾人都驚奇說：這不是大衛的子孫嗎？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：這個人趕鬼，無非是靠着鬼王別西卜啊！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，就對他們說：凡一國自相紛爭，就成為荒場；一城一家自相紛爭，必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趕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紛爭，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靠着別西卜趕鬼，你們的弟子趕鬼又靠着誰呢？這樣，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，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。人怎能進壯士家裏，搶奪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壯士，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。不與我相合的，就是敵我的；不同我收聚的，就是分散的。
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，唯獨褻瀆聖靈，總不得赦免。凡說話干犯人子的，還可得赦免，唯獨說話干犯聖靈的，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。樹和果子，你們或以為樹好，果子也好；樹壞，果子也壞，因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樹。毒蛇的種類，你們既是惡人，怎能說出好話來呢？因為心裏所充滿的，口裏就說出來。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，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。我又告訴你們，凡人所說的閒話，當審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來，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為義，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。要求神蹟。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夫子，我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。耶穌回答說：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，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約拿3日3夜在大魚肚腹中，人子也要這樣3日3夜在地裏頭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尼尼微人聽見約拿所傳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她從地極而來，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。看啊，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。污鬼回來。污鬼離了人身，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，尋求安歇之處，卻尋不着。於是說：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。到了，就看見裏面空閒，打掃乾淨，修飾好了，便去另帶了7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，都進去住在那裏。那人末後的境況比先前更不好了。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。耶穌的母親和兄弟們。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，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，要與他說話。有人告訴他說：看啊，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，要與你說話。他卻回答那人說：誰是我的母親？誰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門徒說：看啊，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！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。